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友邦，过境美国纽约去帝国颁奖，领奖发表演说，强调两岸爱和平，会甲美国继续合作。国港清明连假，预告明仔载国道落南车上多，今仔下晡火车甲高铁就一人阵。气象局预报连假前2天有雨较凉冷。美国前总统 Trump 提前和女兵称要甲人的喙踢起来，举报功效，违反选举法同起诉，真做美国前总统头一个。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友邦，嘛过境美国纽约。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7点，伊去美国智库领奖，嘛发表演说，强调两岸爱和平，会甲美国继续合作等等，拢总5大重点。不过会场外口受中国人咧大声化抗议。总统今天会跟庞培奥见到面吗？谢谢。总统今天大概会谈哪些议题？面对记者问题无回应，总统蔡英文美当时间30暗时7点到纽约洲际酒店，为领取哈德逊研究所颁发全球领导力奖。不过这行程低调谨慎，总统府无说明参加的人也无外界以为前美国国务卿、现今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席庞培奥。Governments throughout the region, serving as an example for the people of other societies that aspire to live in a freer and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But today, the very conditions that enable so much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re actually at risk.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countries the world over. 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5大保守派智库之一，有真侪共和党籍前官员担任学者，一向反映这摆颁奖予蔡总统也引起中国抗议。中国抗议民众对总统对安，纽约警方出动真侪人来注意，都惊发生冲突。来参加颁奖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办人霍纳也谴责中国抗议行为，佮表示希望蔡总统能访问华府。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s too bad that some people around would try to stop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try to stop. I'm glad we're all here to celebrate her tonight. And yes, I hope sometime very soon it will happen in Washington, D.C. too. 进前官局长蔡明安表示，中共动员团体来抗议，一天还200块美金。中国侨民澄清，佮甲台湾媒体记者发生冲突。你哪里来的？什么200？很遗憾。冷静哥，没有，你这个新闻哪里来200？你给我200啊！蔡总统要在台湾时间30暗时结束纽约行程，专去瓜地马拉访问。4月初5会过境美国洛杉矶，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路透社指已经有20多位议员报名参加。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前总统马英九是输人毋输阵去中国访问，昨昏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见面，有讲到九一共识几纳改。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九一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台湾人无法度接受。另外，马英九毋但讹了中国的防疫成果，佮讲疫情迄当时，台湾接待上转来的武汉包机是甲中国制造麻烦斗无用。陈建仁表示，无法度理解马英九是安怎准办要讲这款话发给中国。现在台湾的高铁从台北到高雄。两人讲话气氛正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31日，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的陪伴之下，为武汉坐高铁去长沙。宋涛表示，中国是全世界高铁去上济国家。马英九是讲台湾高铁已经有趁钱，双方就高铁设计交换意见。你们现在这个是用分轨的还是用标准？标准就是这个1.435、1.435标准轨，怎么会这么宽呢？大陆上车厢嘛，车厢的设计啊什么就比较宽敞。马英九按算4月初1去北朝店马家县陪访，不过马英九甲宋涛30会面，讲九一共识，强调两岸关系由两岸家己和平解决。行政长陈建仁回应，九一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国已经对九二共识已经定调是一个中国，而且是一个中国而且是一国两制，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台湾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马英九讹了中国防疫，讲到台湾处理武汉包机，互中国增加麻烦，一回失礼。但建仁表示无法度理解马英九为什么附和中国。
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那他所说的这些话呢，我是没有办法完全从事实上来理解这样的讲法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马上回了，各大班就宣布4月初开始两项航线免批写，改用24点钟快筛阴性证明。被解读是造桥马英九上半秋里，民进党立委批评马英九正做中国的统战工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为讲话，中国是对台释出战机，陈总强调，马英九访问中国绝对公开透明，捍卫中华民国的价值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发两岸和平，不过中国扰乱台海无时停。今仔日有军机为北中南飞过中线交抓，外界认为中国咧反制咱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挑工咧威胁呛声。若美国表示，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真史上看，毋是头一届啊，呼吁中国反应免遮大。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30日发布，中军中岛编组军机分别自北中南跨过中线，总共5批9台次，执行政备警巡。国军运用任务基舰加华地飞弹系统监控应对。共军派遣兵力蓄意制造台海紧张，除了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对区域安全跟经济发展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国防部对这种不理性的行动表达严正的谴责。国军谴责中共无理性的行动，尤其共军伫咧同一天早起，先派强机2台次、强舰3台次了台。外界解读中共反制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放出威胁的政治信息。美国也正关心，叫中共唔通过度反应。Our message to the PRC continues to be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turn this transi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or us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overreact. There is nothing about this transit that is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李强基同时自北中南侵入，压缩咱空防的反应时间。专家讲，空军爱采取复数战机，应应可能发生的冲突。假设我们他们准备一批试驾是，我们可能是一批试驾是在前方那一批试驾是在后方做后援因为说真的，在空战的瞬间，或者说可能发生的冲突意外中，你要呼叫支援的话，从地面上起飞战机可能会来不及。国军应对强军的威胁，向美国采买400辆标准飞弹，射程2500公尺。乌克兰军方用这种飞弹摧毁俄军的几路大战车而出名，互人叫做是坦克杀手。本来2022年要交会，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延前。这么传讲42套标准飞弹发射器，去年12月已经交运到台湾。按算今年下半年也过马年，分别交付200粒飞弹。陆军回应讲，目前交运的进度拢正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连续5天的清明连假，根据气象局预报，连假的前2天有雨，天气较凉冷。初3、初4是好天，不过初5方面会阁瓦紧。交通的部分，明仔载各道路南车的上济，部分路段启动高升载管制。若火车甲高铁今仔下晡就开始一人停。进入车站付费区及搭乘列车，请全程佩戴口罩。随吹阳连北凉，少数旅客袂记哩坐大众运输工具，也是爱挂吹暗。城体规范禁止付费区，除了饮食，也是爱暂停挂吹暗。台北车站拜5下昼就出现提前休假的坐车人潮，北部各道都会区也伫尾尾仔出现车侪状况。高公局分析，连假5天，以4月初1路南车流上济，北返高峰是咱伫假期的第3到第4天。如果到南向的话，则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如果要北返的民众的话，南部地区建议在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则建议在中午12点前。至于国道5号的部分，南向的话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连续假期天气多变，4月初1华南分河区东线东部以北雨较大，其他地区也有低暂阵雨。初2起水汽豆豆收大，初3到初4各地大部分拢是低云到好天。初5方面瓦紧后半天起，北部甲东北部地区会转为雨雨。连假期间，雨上大时间集中伫4月初1。降雨的时间，但从明天清晨开始，在中部以北就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出现。那目前来看，白天这段时间是下雨最明显的时段。受假日报道的方面会影响台湾能力。气象专家甲新兴提醒，当期预报资料显示，接落来4月中旬到5月20之间，大环境不利落雨，天气会偏向稳定小大，民众也是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全面破发6000块，本地预估上近4月初6钱的入口做。不过有人今仔日已经提早领到啊，拢是王道银行的客户。国库署回应讲，因为王道银行规模较小，客户较少，登记的人无多，所以银行就先贴钱，伫年假进前汇款。若王道银行强调无遵守规范，大主大意，造成混淆，甲社会会失礼。雄雄跳出通知有现金入户头，看网络银行多是6000块。交易单写专门强向发现金，无特殊身份，提早领到这笔钱，互单小姐惊一条。他们想说不是4月6号嘛，就我后来就是去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 app， 然后跟信箱就发现，真的还进来了。然后上面就直接有写的，就是说那是全民普发现金的那个来由这样，然后就觉得还蛮惊讶的，为什么会这么早？社群闹会是登录路，网络拢加去登记，共一间银行全面破发6000，3月31就摕到比政府公告4月初6才还，3几啊天，毋过免惊，这毋是诈骗。财经公司本来是希望我们5点之后再给，那我们是提前半天给，那我们是用我们银行资金先行提供给消费者，那之后我们会依规依时程再跟财经公司结算。政府还未发钱，银行乃先互人钱咧。王道银行回应是家己先付钱拨款给用户，毋过无遵守规范，是银行个别事件造成困扰，感觉真失礼。国库署是这个进前还未做出回应。我们是4月6号那天才开始。数位部指出，金融机构斗相共加速办理，入账时间有提早，属于特定银行的特殊状况，大部分也是伫4月初6陆续入户头。王道银行的做法要立法无法度认同。王浩银行这种偷跑，然后来增加媒体曝光的行为，我认为并不可取。刘伟强调，这种偷走行为不可取，只是整体头前发6000，所以意外制作为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昨有一搭工地施工，摔下隔壁徛架放起，造成3个工人死亡。营造商甲驶怪手的司机拢依照过实地时做上班。另外，劳动部认为营造商咧挖坑的时阵无采任何防护设施，决定要甲罚30万。市府表示要重新检验中区目前32件建筑工程，未来要索案分建造制度。市府请的大型吊车准备为倒去的厝看布棚，接被雨落雨搁放落去。台中市中区一栋2层楼的建筑，3早发生倒去意外，原因是边的空地施工无妥当，最后造成3个工人死亡。劳动部职安署调查发现，施工现场无任何防护设施，会照职安法开罚营造商30万。那他在做开挖作业的时候，对于邻近构造物没有设置防止倒塌的设施，所以造成这个5号构造物倒塌。那压到3名工人不治死亡的一个致灾事件。市府表示，倒去现场要保留，但严禁调查。不过，因为是联动老旧建筑，2名面体拢受损，看起来用要倒去，互民众真烦恼。当然会担心啊，像隔壁这家可能马上又会塌下来。你看这边很危险的，已经非常危险了，所以要尽早赶快把它处理掉比较好。甲用个舒适安尼都好，用个好就好。那讲迄落雨会老好，对唔对？劳法局强调，为防止同款代志搁发生，已经重新检验中区31件建筑工程，全部送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等工会，检验安全措施是不是符合标准。未来新的申请案件爱检附周边老旧建筑资料，发建筑制度是愈来愈严格。查检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要求他勒令停工，补办相关的安全措施。另外，有关新申请的案件，如同我刚才讲，他必须重新检附周边是不是有老旧建筑物的部分。如果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优先加强审查它的安全措施。台中警方传唤营造商姓郭查甫人甲使怪手的姓姚的查甫人，拢用过实地所罪嫌上班。姓姚查甫人5万交保，姓郭查甫人1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泰鲁阁列车今仔早起为花莲富里往东直之间，常常有一只牛走去铁基路顶悬，害火车挡白虎抓甲牛弄死。其实昨嘛有另外一只牛互区间车弄死。台铁连续2天弄死牛，有影是真罕过。铁路的安全阁互人质疑。若花莲的牛无强制规定爱拍鱼标甲晶片，所以目前嘛找无饲牛的主人。
这个火车弄石桥的事故发生伫31透早5点半，代替401处泰鲁高伫经过富里站到东竹站之间，共同出现一只牛，未附打洞啊，牛就弄死。牛是为倒位来，附近人也无清楚。这边没有人养牛啦，也没有看过牛在附近。这边没有嘞，这边没有嘞，溪里面才有。代替工作人员透早就来清理牛的尸体。泰鲁高区头前有立入去超过个钟，落去时再去发电站了后，换普悠马河转接上北。对发电沿线常常有这冲击了后，出代志找不出人，感觉真无奈。像台东县政府那边，他们对于这个饲养的牛只，他们要求要植入晶片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比照来办理。另外，附近伫北边1公里的所在，30也发生过牛只冲击一台4508处区间车也弄掉，代替强调沿线路围栏，怀疑牛是为并高道进入，按过铁路警察调查发现，围栏边疑似维修网无关。事主除了要赔偿台铁车辆损失以及列车营业损失之外，因为他没有妥善负起监管的责任，以涉及公共危险罪。为什么花莲市牛无亲像台东同款强制规定爱设置晶片？关府农业处表示，因为牵涉发钱甲证据，相关规定佫需要中央核定。去年12月已经将法案函送中央，目前在等农委会回复。记者综合报道。绿福村东部园的人禽走出来10外天，落尾阁互人担死。不过相关的单位责任小下体，引起社会愤慨。农委会今仔日去绿福村的东部园区勘查人禽饲养区，要求1个月内改善防止动物脱走的设施，半年内爱甲动物摄入晶片。若农委会嘛修法，讲若准未来动物脱走，主人的罚金要提悬到30万，请人盗掠动物的费用嘛爱由主人负担。勘查绿福村的车队进入园区，沿途看园区的围栅顶的防护措施，敢是有损坏。那人禽3个只规定四散伫园区，也阁有人禽围成一连享受水果。看到人车经过一点仔拢毋惊，甚至好奇想要挖进采访的车队。农委会林务局协同新竹县政府甲动物专家，31前往绿福村园区进行人禽饲养甲活动场域勘查，找出可能的欠点。外界质疑园区的人禽数量伫当初拢已经制约啊，为安怎无摄入晶片？后续还是会找一些兽医方面的一个专家来做一个讨论，还有因为他们是用放养式的方式，所以你要每一只要怎么抓植入晶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考量的地方。到底有偌济只人禽？目前敢是155只，安怎精准的掌握人禽的数量？有动物影像辨识专业的农科院所长陈正文表示，清点动物数量确实无简单，伊建议会当用 AI 辨识。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增加人禽场域的丰富度。但大的族群到了1点的时候，就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社会性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争扰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有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被迫要逃了。王英表示，河保港的人禽族群分别有米也是幼群的场所，会当减少冲突、加脱逃的事件。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进一步表示，31个现场勘查了后，会伫1个月内调查清楚人禽脱逃事件，佮对外说明。这件事情的始末，那在1个月以内，那会对外来说明清楚。所以，我们野生动物的清册，那它的数量管理，还有哪些的那一个问题要再精进。对动物园设施无完善的处罚，农委会也计划相关修法，加重饲主管理的罚金提悬到30万。另外，也要修法发生脱逃造成主管机关协助维保所衍生的费用，也由饲主负担，有计4月完成就路。记者综合报道。咱西部沿海1个月发现20外人的尸体，其中有7个人确定是越南籍。检警找到一张14个人做伙的相片。怀疑因是坐同一只船偷渡来台湾，不过目前有7个人下落不明。有风声讲家己布袋外海，若像发现这只偷渡的叉船，不过消息去后海巡署后进。海巡出动无人机展开换制巡查，伫西部沿海短1个月就查获20具遗体，除了9名台湾人自杀是跋落海，有7具确定是越南籍。检警为死者的身上也技术找到一张14个人同齐翕的相片，比对越南官方提供的失联名单，检判就是属于同一只船涉嫌偷渡来台。他们是搭乘什么样的船只，以及从什么地方
可能涉嫌偷渡的一个地点，我们还在进一步厘清当中。还未查明的4区遗体，有员咧做比对，敢是也是外人籍偷渡成员？检方无排除可能性，也毋过有北面媒体报道，海巡伫嘉义布地外海发现一只福建的扎卡亚船，怀疑就是偷渡船只。为8月坐火车到中国福建，集资买船了后，直接坐船偷渡来台，也是透过人社集团安排，到海峡中线了后，才改坐扎卡亚船。也毋过海巡署驳斥这款的讲法。玻璃签名的船，还是木船，应该是无吧。另外，航港局伫3月初要发布外航公告，指出伫中华外海查获一只扩大的小只船仔，船顶无人。经过确认了后，这只玻璃纤维的小只船是中国福鼎号。伫去年年底通报失踪，船头家已经放弃所有权，委请人国处理。只是船只超过3个月个出现，甲这摆偷渡案敢有关联？办案警员也来厘清。这渔船是大陆籍的，搁浅在彰化大潭乡的一个外海的浊水溪口。请航行船舶注意避浪，以维行安全。即马专案无明朗，也有真侪疑点无解开。即马除了要查明其他遗体身份，相关单位也要调查是坐船偷渡以外有人，也是互人社集团杀戮害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前总统 Trump 2016年大选的时阵，为着卖互伫外口偷食的买台币空，提前互习近平的名刺，要甲伊的喙踢起来。而且这条钱 ，Trump 阁报功效违反选举法。即阵 Trump 已经互起诉，正做美国头一个互刑事起诉的前总统。共和党就批评这是政治迫害，佮讲要追究承办案件的检察官。美国各大媒体30案拢伫咧头版头条报道，唐纳川普正做美国史上第一位遭到刑事指控的前总统。承办这件案件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办公室外口，除了连线的媒体记者以外，也有反川普的示威者。其中一位手内标语写着“该关起来，锁匙单调”。I am feeling somewhat relieved. I think that I'm hoping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that will really bring down a very, very bad person. 川普伫咧2016年大选进前，为了要避免婚外情曝空，拨付13万美金的封口费，和习近平女明星丹尼尔斯。封口费并无违法，违法的是川普用法律顾问费的名义报销，并且涉嫌违反选举法。通过伪造记录来暗砍犯罪行为，这伫纽约是重罪，因为起诉书也未公布，外界对具体指控也无清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消息讲，川普面临30几项甲商业诈欺有关的指控。川普是发声明讲，伊家己是清白的，也讲这是史上上悬层级的政治迫害选举工具，而且向支持者要求援助，希望大家捐钱帮伊拍官司。自从这个月18，伊宣布伊4天后会被逮捕了，到即马已经募集到200万美金的竞选经费。共和党镇压拢指控这是政治迫害，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更加以滥权批评承办的检察官白爱荣，讲会追究伊的责任。因为民主党是讲无人会当管过法律。Happening, is it going to make his campaign less? Like, do you think that no, it's going to give him the presidency. Just watch. 美国宪法对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规定，并无包括无犯罪记录，所以起诉或者是定罪，拢无法度阻止川普国选。There's no legal ba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the president while incarcerated. Now, there would be some very practical hurdles, and there will be practical hurdles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on his ability to campaign, particularly if in 2024 or by. 顶礼拜路透社做的民调讲，有44%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若被起诉就应该退选。去年美国大学这礼拜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若川普面临刑事指控，应该取消再一遍参选的资格。75%的共和党受访者是持反对的看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看印度伫拜四中昼发生一件庙寺涂骹放弃的重大事故。迄当阵拄好是印度教的节庆，有真侪信徒咧做伙祈祷，结果却因为伤侪人，庙寺被砍一全落落去，几十个信徒落落去下骹的水井内底，上无已经有30个人死亡。
所有人员赶紧由其所推抗日崩塌的地板中，想要赶紧找到生还者。印度中部的中央邦，当地时间30钟头发生寺庙地板崩塌的重大意外。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印度教的节庆，庙内组织大量信众想要到信徒祈祷到一半地板突然崩塌，数十人伫无方便的情况落去下面的救济。19 लोगों को हम लोग निकाल पाए, लेकिन उनमें से भी एक बहुत सीरियस था जिसकी हालत खराब थी। 18 लोग सुरक्षित हैं, लेकिन ये अत्यंत दुर्भाग्यपूर्ण है कि 11 शव अब तक वहाँ से निकाले गए हैं। 不幸的是，获救的19人中，已经有2个人相当死亡。救援过程中也发现更较侪躯遗体。到当地时间30暗，已经有至少35人死亡，16个人受伤，还有1个人下落不明。因为所救的水势中有真侪落古煤，救援队当日赶紧清淤，以进行另外一轮的搜索。出代志的寺庙几啊年前停用水井，各地顶面起建筑，官员指出，事故原因可能是当时聚集的人伤济，地板无法度承受重量倒去，已经下令撤闸。总理莫迪的办公室表示，会支付受害者亲属20万卢比，但又代表7万5000块的赔偿金。印度不是头一摆伫宗教节庆的时阵发生重大事故。2016年，一座寺庙庆祝印度教新年时，因为有人为诽谤宴会引起爆炸，造成900人死亡。2013年，中央邦一座寺庙附近的桥顶也因为人数伤济发生烧炸事件，造成115个人死亡。公司新闻7万人病疫。来看土耳其国会张总统同意芬兰加入北约，按算今年7月，芬兰就会成做北约第31个成员国。若瑞典嘛有申请加入，刷个互匈牙利甲土耳其冻条例。另外，芬兰4月初2要举办国会大选，不过因为经济衰退，现任总理互批评浪费公家的钱，要拼连任恐惊无遐尼简单。自2017匈牙利议会通过和芬兰加入北约了后，土耳其国会30也拢投同意票批准芬兰入会。芬兰按算伫7月伫立陶宛举行的一摆北约峰会顶悬，正式核准加入北约，加入北约第31个会员国。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伫推特发文欢迎芬兰加入，表示这会让北约更加强大甲安全。Before the war in Ukraine, I think the most or the big portion of Finns were thinking that we don't need NATO, that we are safe enough. When we saw the war happening, that the popular opinion changed quite quickly with Finns. 即马俄乌战争，2022年5月，芬兰甲瑞典长期维持中立的立场，开始动摇，双双申请加入北约。不过前后伫匈牙利甲土耳其这边卡关，即马芬兰顺利过关，不过瑞典也阁为是毋是印度境内可着做问题，甲土耳其坚持。匈牙利也因为瑞典散布因政府无实在信息，无同意瑞典加入。另外，芬兰4月初2要举行国会大选，34岁少年总理马林想要连任。Pienessä maassa Euroopan pohjoisella laidalla tehdään maailman huippuluokan tuotteita maailmanmarkkinoilla. And fix the economy. I think this is a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us. 马林经过国际有名杂志，也因为少年外形正水，特别受少年族群的欢迎。不过国家是伫经济衰退当中，伊也捌互人批评浪费公家钱。甲去年一场 party 热舞的影片外流，互人批评观感无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法国修法甲退休的年会延长，各地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造成警察甲百姓起冲突。参加抗议的大学生指控警察强硬镇压，暴力逮捕。不过法国内政部长表示，是极端分子先起无空，害和平的抗议活动演变做暴力冲突。顶部警察向前时阵，甲一个伫咧路中的查甫人弄倒，这个查甫人敢若是头壳弄到涂骹。警方除了继续用人枪冲散群众，伫这个查甫人身躯边的警察也抄伊身躯顶载的物件。自3月中政府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以来，像这种民众烧粪扫挡伫咧路的，警方射催泪瓦斯赶人的情形，就一直伫咧巴黎甲各大城市出现。
虽然法案引起争议的重点之一是延后劳工的法定退休年纪，不过常常出现伫咧示威场合，甲警方对峙的乌衫人，大部分拢是离退休抑阁正远的少年人。抗议的诉求也做不办改革法案，扩大到警方对付抗争的做法。Je suis très impressionné par cette répression toujours plus forte, ces interpellations hasardeuse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à Paris, aussi du coup, ouais, le dispositif policier immense et militaire, j'ai envie de dire, les armes de guerre utilisées à Sainte-Soline. 不过政府指控讲，伫抗议的民众内面有极端分子伫咧领事，和本来和平的示威变质。Je constate comme vous l'extrême violence de certains groupuscules dont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démontrent qu'ils sont à la fois fichés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parfois depuis de très nombreuses années, et qui sont responsables de grandes violences, et je pense notamment, évidemment, au groupement de fait d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 这个时阵，法国总统马克龙人无伫咧巴黎，是去阿尔卑斯山区的塞尔蓬松湖水源保护区提出保护水资源的改革法案。根据统计，法国用水量上大的是农业灌溉，占58%，过来是饮用水26%，一个核电厂冷却水12%。法国政府提出的水资源新方案有50项省水的措施，包括修漏水的管线、改变农业甲核电厂用水的模式。当然，对用水大户调管水费也是重点之一。这是退休制度改革引起抗议以来，马克龙第一遍提出新的政策。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讲到性别平等，大部分的人拢认为北欧的瑞典做甲真成功。不过论真来讲，瑞典的年金制度久长拢有性别无平等的状况。根据2020年的数据，女性的退休金比男性减3成，平均逐个月减26000块台票。专家认为，女性的薪水较低，而且要找在野的头路无简单，所以退休金嘛较少。若即阵通货膨胀严重，女性的处境是更较艰难。伫红帽啊唱口号，由瑞典时代女性组成的团体阿姨巡逻队，伫咧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国会头前示威，要求政府改善性别无公平的年金制度。其中，兰博格是年纪上大，今年已经89岁。这毋是伊第一天徛伫遮抗议。自2014年开始，这个团体每礼拜四拢会上街头表达因的主張。Well, the system is supposedly neutral, but men's and women's lives are not neutral, and it takes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y are. 瑞典互人讲是性病大国，不过根据瑞典国民年金局2020年的资料，女性退休金比男性减30%，平均一个月退休金税前的金额是1500欧元，换算台票5万，比男性减800欧元，差不多26500台票以上。而且欧盟统计局2021年的资料，有17.2%的退休女性有贫困的问题，不过同年纪退休的男性只敢若9%。Women's pensions are much lower compared to men's because women have lower salaries, but also because women do a lot of more unpaid work and therefore work more part-time, and because women are not offered full-time work as often as men. The way to have people staying longer in work life should not be to force people by raising these age requirements, but rather make work life more suited for people, more suited for women, less stressful, less hazardous. 瑞典捌伫1999年改革年金制度，这么民众会当领的退休金是看退休的年纪、经济成长的状况，抑佫有其寿命的变化。不过瑞典这么的通膨已经到12%，退休金的起码只敢若3%。造成退休族群生活受到影响。公司新闻牛燕编辑。为着要甲过路人地角的歹名声洗掉，交通部修法提悬罚款。若准无让视障者先过，大只车上当罚7000，小只车罚7500。新制度为今仔日开始实施，全台湾有265个路口配合科技执法。汽车正关无顾前方都有人，无暂停，有让人向前行，互直行的环境走落来。要礼让行人通行哦，你不能从行人之间穿越。麻烦你证件我看一下。
交通部修法提管车无让路人的罚钱，小型车罚钱为原本2000，大型车2800，全部提管做3600。若无让带导盲犬或者是用拐视障路人，大车罚加重7200，小车罚4800。新制上路第一天，台北市交通队也在路人较侪大路口扩大执法。在行穿线上，行人的方向前方3公尺以内，车辆就应该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这3公尺大概会是一个车道宽，或是3个整木纹左右。但是他们有时候是我们走，有的人走得很慢，他就不让了。有真的有。车子不让的经验多吗？哎，不会，台北市比较还好，出了台北市就差很多。交通部统计，去年有将近400个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修法重罚，除了环境扩大执法，全台260个路口也用科技执法。今年也会增加14个科技执法路口，也会同内政部进行路人环境改善，按算今年改善1218路口，希望因改善路人地价的恶名。记者综合报道。4月1开始，电要起价。民生用电一个月用超过700度，电钱会起3%。不过，若共税厝分租，加建的房间就要公家用一粒电表，真简单就超过700度，电钱100米就起价。虽望台电讲会使申请去到智慧电表，不过这就要厝头家同意，真够工，问题是真歹解决。一户加做几落间的分租套房甲分租雅房，因为厝税较低，这学生甲拄出社会的少年人，也是弱势者，拢会选择这款厝。不过4月1开始，一个月用电700度以上，电价就会起3%。这款侪人住共一户的分租户，就有可能超过。现主时有厝头家开始乌白划价，从6块、6.5块。7.5块到7.7块，就是7.69，各有人喊。分租套雅房又特别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台电表示，分租厝型会再向台电申请智慧电表，互台电知影这是分租户，就袂甲起电价。但是立委指出，这种电表厝头家若无同意，就无法度申请，而且施工的时间长，各够工，真好解决问题。所以妈妈基金会建议，会使先为户厝卡通看到电费单开始解决。电费单里面有整体的用电，以及特别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期每度平均电价，房东以后就照这个当期每度的电价来收费，不见得每个房东都会给房客这张电费单。你要去查电费的话，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所有的用户资料，那都会涉及到用户的个资，到底能不能够去查不是你设户的资料，会有争议的问题。立委要求针对开放厝卡插电费3礼拜内要有阶段性结果。另外，现主是规定，厝头家收电费袂使超过台电公告结构相关价的天棚。所有厝头家甲天棚当做楼地板，每个月拢收结构相关价。基金会建议应该修改定型化契约，规定收费标准以电费单顶悬的平均每度电价收费。内政部表示，各需要研究。记者郭伟霞、桂林台北报道。中央银行连续性利息5改，而且平均地权条例三读通过啊。根据台北市公布上新的厝价指数，整体跌0.31%，是半年来头一改下降。大楼、公寓到15平以下的房间拢有降。不过专家认为，即马当咧欠工，建材嘛起价，换厝的价效同款是压袂落来。我们要的这个单位大概10楼左右。北市新建案每平单价划破8万，总价破4000万。不过生活机能强，交通方便，游园区袂少买来家己住的人就问讲价效，不过价效安那铺就是铺袂叮当。价格大概怎么样可以稍微优惠一些给我？我们在物料上面都有上涨，所以成本其实有点难降下来，价格就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其实北市的房价已经无遐尔硬，根据台北市上新公布的主题价效指数发现，去年12月主题价效指数是115.68，比顶个月跌0.31%，出现半年来头一摆落跌。整体主题价效淡薄下收，平均单价每平58.3万，大楼单价每平单价大约70万，公寓每平大约48万，15平以下挑悬2房的厝，每平68.8万，甲顶期比拢出现落跌。因为今年变数比较多，确实是有可能出现价格的修正，个案上面的状况比较明显，想要看到全面性的修正并不容易。
帮上专家认为，北市房价全面下修，短期内永远看袂到。像民权西路这个新建案，已经在灌注拍地基，工地施工人员无奈表示，因为欠工建材起价，建案要完工至少要3年以上。这几年来啊，缺工缺得很严重嘛，那原物料都相继的上涨，1到2年会完工的那个建案，目前都要拖至3年左右。不过，虽然房市一直有利空，3至9冬季游玩真热，北台湾推案量大约4182亿，成长9成以上。反过来看，中台湾大约600亿，年减换3成；南台湾大约870亿，年增6成以上。北中南合计推案量超过5652亿，成长6成5以上。去年商办可能比例连1成都不到，大部分都是住宅。在今年的3、2档期，很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商办出现。经常分析，主要去年无卖完的3至9冬季继续卖，加考量蓄力能见度，选择第三进程推出新建案分散风险等，而且主体推案量明显落坡，电脑商办出现倒头成长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土城有一大爬园的弹药库。当地居民甲整理做生态活动好所在，有菜园、马场，诚侪民众带囡仔来佚佗。不过市府拍算要伫遮起资源回收场，引起民众反大抗议，希望会当保留自然环境。水床弹药库平视垃圾桶。几内生态团体、青年农民，佮有亲子强海囡仔，做阵来到新北市府的门口，抗议新北市环保局要甲旧土城弹药库变作资源回收场来使用，就惊因拆小维持的自然生态，未来受到粪扫场的影响。它里面有很多，因为我们做食农教育。那很多种菜啦一旦它整个进驻我们整个弹药库里面，完全都毁了。不管是水源、是空气、是环境污染、是生态，全部都没了。在地居民表示，因伫弹药库边仔经营有机菜园，甚至有马场，是真侪亲子活动的所在。若有粪扫车出入，实在危险。因指控市府无开说明会就乌箱作业，希望通原样保留，规划农业展示中心做多元利用。你也是要来跟周遭的居民大家、地主大家来做一个沟通。这样子才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沟通方面。将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以顺应地形以及融合弹药库原有的仓库，进行最低度的一个开发。面对生态团体的抗议，市府虽然有派代表出来修订证书，嘛讲会甲影响降到上低，不过另一方面嘛大争议，表示土城清洁队的迁建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使用的嘛拢是国有土地。等到发现现场有几若件违规占用的情形，会阁请地政单位监界处理。附近居民表示，因有相关证据，无占用土地，绝对会抗争到底。记者在不离开新北采访报道。台大化学系有一个毕业生拿奕成，去年甲中华职棒魏全龙签约2年，成做头一个台大毕业的选手。台大表示会阁提供更较侪资源，予学生多元发展，拼出无同款的路。基本练投正式的体能课，魏全龙2022选秀的新人拿奕成，入来球队了，是看到职业业务、规划、资源，佮学校拢无同。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对自己丢球的习惯啊，一些节奏会对自己来说会蛮有帮助的。爱拍棒球，个人家己职棒，会人讲是梦想成真。真正是建中棒球队加台大棒球队，地下4年进前无想过有这种可能。有这个转变，是从台大体育小主任、台大棒球队总教练孔正南推荐伊去新北棒球队训练。尤其寒暑假的时候，我就有拜托那一些的教练，就是说，让我们这个选手去跟你们一起练。然后事实上他在那一个期间也吸收了不少，他也学习了蛮多，也进步了蛮多。孔正南讲，拿奕成190公分，又果是左投，条件真好，再加上有热情、肯努力，学校会当做的就是帮伊找更加侪专业的资源，可以去试看卖咧。你在大学阶段，其实你还没有任何负担，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的时候，就尽量去做尝试。然后就像我前面讲，你不要去担心说，别人会不愿意帮助你。孔正南讲，拿奕成可能唔是唯一的特例，不过也代表上中生涯唔是无可能的代志。台大也讲，这几年伫咧啥未来大学鼓励学生跨院校学习，就是希望学生往有兴趣的领域发展，有了跨领域的能力，以后的路就更加多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伫北回二馆太空教育馆举办活动，拢总有900外学生参加，希望互偏乡的学生囡仔会当实际操作体验科学，学到课本以外知识。当就向讲技国小的囡仔，哪观察哪做笔记。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举办科学游学团的活动，县内学生有无同的学习体验。啄木鸟它啄树木，可是它1秒内可以做很多次，可是它头都不会怎样，因为它的舌头包覆住它的脑，让它脑不会震动。一个场馆进行实地的操作学习，那这样的学习比在纸上的一个教学对他们来说印象会更深刻。科学教育中心表示，上课的志工拢是学校退休的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佮配合成功大学教授指导的上课内容。屏东县的科学教育中心嘛专工来参加，希望会当参考嘉义县的规划。那这个课程呢，是由我们里面的管员，然后还有我们里面的志工老师一起参与做研发。那我们是以目前的2个特展，还有我们的3D 影片这3个主轴呢，作为我们这次研发的主轴。退休人员的一个再引入去发展课程，然后变成是一个教学或者是引导学生学习这个部分。上课的志工老师讲，一个偏乡的学校参加的学生为1年甲6年拢有，所以上优化课程的时阵，内容就配合着无同年岁的学生，希望大家拢会当学到趣味的知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日本出名的艺术家奈良美智来台湾巡回展览，这届唔但一画图，阁有20张来台湾旅游翕的作品。展览头一站去到高雄，奈良美智嘛要伫高雄驻村19日，找找创作的灵感。温柔的色水、优秀的笔画、无清楚加适当的一工，是日本真有名的艺术家奈良美智2021年为台湾特别创作的画。今年奈良美智搁再一届摕伊的作品来台展览，而且要伫高雄停19天，甲第一届海外驻村献予高雄。なんか人間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上昇していこうとする欲があって、それはいい風にも働く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落ち着ける場所、それから和める場所で、なんか文化的な想像できる場所がないと、やっぱり人間っていうのは僕はダメになっ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ね。认真来听着文化局的解说，副总统赖清德、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31号来到巡回第一站来为艺术中心参观。除了画作，也阁有伊2005年来台湾旅游的时阵所翕的20件摄影的作品。赖清德嘛真期待台湾会当继续变成奈良美智创作的养分。不管是人文社会风土民情，甚至美食为题做创作我们非常期待。朦胧潮湿的一天带给很多我们的医护人员跟我们的市民很多的鼓励。结合着传统啊，有当代美学，以感性的笔法创作了真侪经典的画，互观众拢感受到这内面的感情。这个展览为4月开始，伫高雄要展出4个月。奈良美智嘛期待，经过着疫情也是生活无如意的民众，会当伫伊的作品当中看到真侪平静的安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个报道。宜兰有一群少年家，甲中国传统乐器结合西洋乐，组一个独立乐团东金星。因上新的作品咧讲大家熟悉的火锅煲、拿刀子，一寡民间的鬼仔歌。明仔载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听变鬼变怪少年乐团，变什么出路推广台湾文化。5花杂色舞台灯光，陪表演者哪跳哪唱的表演，现场气氛是唱甲抓袂牢。这是台湾独立乐团东金星在2022年年尾为歌迷举办的年尾演唱会。东金星乐团是由6个少年人组成的，特别是因结合中国传统乐器甲西洋式的乐器，多元佫无受限制的歌曲风格，时常用音乐来讲故事，改变大众对传统音乐的想象。其实我们的创作喜欢有一个故事的文本脉络在后面，主要都是想要讲台湾的故事。这团员为无共背景来的，演奏无共款的乐器，不过煞有共同的理想。因想要更加关心台湾的文化，创作属于台湾的音乐。每次到国外的场合，大家一定会问说：“啊，恁台湾的音乐是啥？能代表台湾的音乐又是什么？”
有了这一个国外的刺激之后，才会诱使我回来思考说，我们自己到底是谁？那既然是在这个文化里面，好像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去挖掘。乐团上新的专辑是以台湾民间怪谈为文本，用音乐消解台湾人真熟悉的鬼仔故，透过新世代少年人的观察，结合社会议题，替故事内底主角跑不平，讲出因的心内话。内底有足侪曲，就是像讲霍国伯讲，伊无结婚，所以就袂使上翁家岛。不过其实伊只是无结婚尔，伊无做什么唔对，还没有结婚，可她只是一个大龄女子这样子而已。只是希望就大家听到一个比较，就是真的很爱台湾的一个精神吧，永远保持好奇、保持冒险的一个精神。如果不好玩，那就不要做；那如果不开心，也不要做。就是你做创作，就是当然要自己送嘛，把人爱送啊。当今声乐团定根在台湾这片土地，应用创意改变传统的束缚，走出家己的音乐风格。面对未来，因是无咧惊的，嘛勇敢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20度，中部地区17度到24度，南部地区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2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